上個星期就同大家介紹過天水圍飛馬呢支新兵啊，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睇下另一支新埋班嘅球會四海。響今年7月31號成立嘅四海體育會，以上屆過班乙組嘅流浪球員為骨幹，再配合一啲有質素嘅外援球員，以老帶新，務求建立一支年輕有活力嘅球隊。球會總監李輝立就希望可以培養更多年輕球員。其實經過舊年流浪咁嘅教訓咧，咁我哋今年即係組班嘅部署都好小心嘅。咁季前呢，我哋揾外援都遇到一定嘅困難。你都睇到我哋咧，大部分嘅球員嘅外援球員都係用翻舊年嗰啲踢得嗰啲。咁以老帶新啦。你知我哋嘅方針喺流浪會到今日四海老闆都係同意我哋係推動呢個足運啦，帶動啲新人啊，俾多啲機會啲新嘅年青球員踢啦。其實四海陣中嘅華人球員咧，大部分都好年青嘅，就好似翟霆鋒、陳兆遠同埋杜漢濤咁啊。雖然只係20出頭啊，咁但係上屆響流浪嘅表現咧相當唔錯㗎。咁今屆佢哋將會獲得更加多嘅出場機會，唔知翟霆鋒會唔會有好大壓力呢？壓力就冇乜嘅，因為上年因為我哋已經踢過下啦，都適應到個節奏，係咯。咁又唔會話太大壓力嘅，放膽去踢波咯。因為譚 Sir 踢咗咁多年，咁起碼可以嗌住我哋啲年青人一齊去比賽，咁我哋就會放膽啲去踢呢場比賽。佢所講嘅譚 Sir 就係前香港足球先生譚兆偉啦。咁佢會響中場帶領一班年輕小將作賽。現年38歲嘅偉仔啊，雖然未必可以踢足90分鐘，咁但係佢嘅經驗絕對可以幫到班後生仔啊。特點就即係嘛，都係後生啦，同埋希望體育方面加強啲咯。技術要慢慢進步。希望即係以我經驗啊，希望俾到啲個態度啊，即係認真去應付場比賽呢樣嘢最緊要。如果外援方面啦，四海嘅人腳一啲都唔差㗎，入波嘅重任就會由文嘉同埋卡納負責。呢兩位球員有速度有射術，相信俾到其他12支球會好大威脅嘅。如果防守方面啦，一對中堅應該會由基南馬同埋盧嘉路出任。佢兩個身高都係超過1.8米，要應付高空波應該冇難度嘅。講到把守最後一關嘅重任就會落響上屆效力東方嘅盧斯安奴身上。呢位係嚟自巴西嘅光頭門神反應敏捷，將會大大減低球會嘅失球。咁球隊教練將會對呢個陣容都好滿意㗎，認為球隊都會有機會攞到好成績㗎。當然咧，我哋能夠參加比賽咧，我哋係有個宗旨，就盡力而為嘅。咁你又有冇信心咧？信心一定有嘅。睇嚟四海呢支新兵實力真係唔簡單啊！話唔定會係今屆其中一支可以左右大局嘅黑馬。跟住嚟同大家睇下第2週嘅聯賽賽事先。愉園對住四海啊嘛，四海都係另一支新嘅球隊啦嚇。愉園就老牌勁旅㗎啦，咁上屆咧就稍為退色些少，咁今屆咧當然係銳意係打翻去前列嘅愉園。咁但係四海咧就有一個特色就係佢哋平均嘅球員嘅年紀真係好輕嚇，咁初生之犢。咁真係嗰日入波先喎，呢邊咧就係卡納只用咗2分幾鐘啫，又俾個傳中波俾佢咁樣撞入㗎。斬埋中間呢個波咧就係翟霆鋒嚟嘅，斬埋中間咁高晒嘅呢個卡納頂入，范俊業啦邊場莫及啊！好啦，咁俾多啲壓力咧，愉園咧就係要積極反撲啦。哇！咁嗰裏邊有好多個63嘅球員啦，但係呢個波咧心口一挨再打個倒掛，可惜咧打高咗，嚟自咧羅振邦嘅一個波。上半場啦，四海咧嚇完一跳領先1個波咁俾多啲壓力啦，係愉園啦嚇。下半場見到呢個咧係20爆嘅基南馬喺左邊一路咧快放，跟住就翻右腳射近處，范俊業今次有反應。喺左邊 cut 上嚟，但係咧右腳都射得下喎，呢基南馬。睇落係呢個四海啲球員咧打法係非常之簡單嘅，但係佢啲外援球員啲身形又好好，咁遠射埋嚟，哇！喺旺角場呢啲世界波都唔係成日有嘅，真係。文嘉呢個波佢撳嗰個中腰波咧，忍住倒力冇咧拋得太高啊，啱啱好咧掛喺網頂。其實佢唔係拋得好高㗎，唔係拋物線好高，但係就飄埋去。范俊業救唔到呢個波，真係冇嘢好講。咁四海咧領先到2-0啦。咁睇嚟咧會係真係爆一個冷門啦嚇。咁最後階段嘅時候都仲係見到啦，係穿上橙色衫嘅呢個四海攻勢較多啊。咁呢個波咧就帶埋咗一邊就係卡納嚟嘅。好在咧，亦都見到愉園嘅呢個後防球員咧解到為人羅素啊！咁反而咧就係愉園喺呢場波個攻勢
罰線捉陳啲喎。曹鵬飛得住對手之下，呢個波從高落咁，但係球證係吹罰咗佢。咁啊炒啦，吹罰咗佢，俾到黃牌，因為之前已經有一個啦。咁啊咁嘅環境之下，仲要講埋出場添。曹鵬飛咧就當然係即係好唔滿意啦，不過亦都咧似乎係説話較拖啦。咁其實呢個波原本咧撞嘅時候咧就未足以攞黃牌嘅，但係跟住呢腳咧就令到佢要攞第二面黃牌啦，忍唔住到氣啊！結果遠打少個，輸0-2。我都打得好好，對波都啊！我哋希望啲青年球員再打好啲啊！咁就我哋都滿意啊！今日第一場波贏2-0都希望下一場再打好啲。咁打完第二週嘅比賽之後啦，見到暫時有兩支球隊咧係2戰全勝，包括係新界地產羅富大埔啦，以及係傑志㗎嚇。咁啊公民咧就排第3，或者喺榜尾位置方面，暫時屯門普高咧係唯一一支球隊未有分黃袋嘅。射手榜有2位球員啦，係喺呢第二週都係分別連中3型嘅。新組暫時總共有4個入球排第一，祖爾基奧排第2位。